维吾尔族商人遭到中国当局的折磨和杀害。据报道，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维吾尔商人买卖提托尔秀阿吉于2016年12月被中国当局非法逮捕，理由是他多年前出国朝见。2018年5月，他被转移到英吉沙县的一个新建的集中营，他在这里受酷刑而死，连尸体都不给家人。为期1周的东突厥斯坦宣传活动圆满结束。东突厥斯坦教育协会秘书长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赫曼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向伊斯坦布尔省长、公安当局以及支持本活动的各方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加齐安特普大学民间知识学生会举办关于东突厥斯坦语言、文化艺术和文学的一次研讨会，会议上还讨论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哈萨克斯坦政府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政策。在东突厥斯坦，已有数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受到非法拘押，拘押者包括哈萨克斯坦及东突厥斯坦人。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关于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的提问时表示，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哈萨克斯坦政府支持中方的反恐努力。他还强调记者不要再问此类问题。日本航空自卫队已找到周二坠入太平洋的 F-35隐形战斗机残骸，但这架飞机的飞行员目前仍下落不明。失事战机飞行大约28分钟，飞至三泽基地以东135公里的太平洋海域上空，继而在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失事战机从美国军工巨头罗克希德以马丁公司购买，机龄不到1年。日本当局表示，失事战机当时位于机群最前面，发出终止行动信号后在雷达屏幕上消失。科学研究人员终于能够真正获得黑洞的照片，无疑是一项开创性成果。照片主角是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 M87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距离地球大约5500万光年。照片显示进入超大质量黑洞拍摄区域的光线弯曲。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国务院并参加了会议。世委会主席多利库艾莎和随行代表团在美国国务院出席了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克主持的国际会议。多利库艾莎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东突厥斯坦的局势。